無分界線，攜手共融。我係嚟自澳門大學嘅代表，我係孫正熙。我係嚟自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嘅代表，我係陳嘉欣。我係嚟自澳門理工大學嘅代表翁慧琪。我係嚟自星海音樂學院嘅代表，我係歐欣怡。我係嚟自澳門理工大學嘅代表，我係梁樂瑤。Kyra representing University of St. Joseph。我係嚟自澳門大學嘅代表，我係程子瑜。我係嚟自澳門旅遊大學嘅代表，我係曾子瑩。我是來自澳門科技大學的代表，我是林珊如。我是來自澳門科技大學的代表，我叫周鸞。我是來自澳門科技大學的代表，我是李俊一。我們是來自澳門城市大學的代表，我是徐嘉誠，我是任俊一。我哋係第11屆全澳大專院校歌唱大賽嘅校園大使，我係李曉慧 Elise。我係家強 Terence。嚟到第11屆啦，今屆設有公開組嘅賽事，我哋邀請咗全澳8間嘅大專院校一齊參與。經過咗初賽、複賽，終於嚟到總決賽，誕生咗12強嘅選手。係啊，我哋嘅門票收益將會全數撥捐俾澳門特殊奧運會作關愛用途，詳情可以留意呢一度。大家可以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、Instagram 同埋微信專頁了解詳情。快啲去買飛支持你嘅心水院校啦！新豪呈獻第11屆全澳大專院校歌唱大賽，澳門旅遊大學大禮堂11月16日 6 p.m. 約定你。